你知唔知邊度係開平第一村啊？百幾年前呢，獻江村民呢參照古代烽火傳遞嘅方式呢，咁啊創造咗獨特嘅獻江五中聯防啊！本期呢，我哋去開平第一村橫石村探索下佢嘅標誌性建築物大鐘樓啊！但係佢有爐香㗎，你壓住佢有爐香先嚟後香得咯。哦，嗱，我係怕狗嘅，我乜都唔怕。怕狗咩？你好眼熟啊，原來阿冇唔錯你嘅喎。你壓住佢先得咯。好唔該你。哇！呢棟大鐘樓真係相當壯觀啊！但係個大門都冇咗咯喎，入去睇下先。咁好多網友就話咧喺呢度遇到狗啊！咁我當時咧都好驚有狗突然間衝出嚟啊！啊點知入到去咩都冇喎，連通上去上邊嘅樓梯都冇晒啦！真係嘥咗咁好嘅地方啊！呢度應該啱啱燒咗周邊啲雜草啊！大鐘樓咧就位於獻江鎮橫石村委會石崗里啊，建於1926年啊。咁係啲村民呢，為咗抵禦匪患啊，集資建造嘅集體防禦性建築啊。咁啊，當時開平地區咧，因為地處4縣交界啊，治安混亂，盜賊橫行，加之洪水頻發啊，啲村民咧需要兼具防洪同防匪嘅避難所啊。咁啊，大鐘樓咧因此應運而生啦。佢個名嘅寓意為大眾共同守護嘅鐘樓砥柱啊。大鐘樓咧樓頂係呈圓形嘅鍋蓋狀啊，外觀咧就好似個古堡啊。佢起喺村後嘅山頂啊，同村莊咧形成咗保護神嘅格局啊！佢係被譽為開平第一村石崗村嘅標誌性建築物啊！石崗村咧曾經係開平著名嘅財主佬村啊！咁啲村民咧多數都係海外經商發達嘅。大鐘樓同石崗村嘅建築群呢，俾啲專家視為開平最靚嘅碉樓同村落啊！但係因為條村咧新建嘅房屋比較多啊，咁開發成本又高啦，所以未列入旅遊開發項目噶。大鐘樓咧應該係獨一無二起喺山坡上邊嘅碉樓啦。好啦，回程就過嚟食網友推薦嘅黃鱔飯啦。佢喺村民嘅自建房入邊啊，路過都發現唔到佢啊。一個人一斤神一人買啊？係啊，幾錢啊？就65啊。嗰個焗神煲係幾錢啊？萬幾地嗰啲啊。萬幾地。